你有冇曾經都疑惑過，到底成年人嘅藥可唔可以減半俾小朋友用呢？我屋企嘅老人家曾經真係有咁樣問過我啊。嗱，咁我今日咧就解答大家呢種做法不可行啊。首先就係複方感冒藥，咁國家嘅藥監局咧同埋美國嘅 FDA 都明確指明，4歲以下嘅兒童咧係禁用複方感冒藥嘅，咁而6歲以上咧亦都需要遵從醫囑去短期使用。咁點解呢？因為複方嘅感冒藥裏面咧，佢嘅成分比較複雜，包含咗咧有退燒啦、止咳啦同埋抗過敏多種嘅成分。咁如果咧小朋友同時有發燒嘅情況，而家長咧亦都同時混合咗其他嘅一啲嘅複方感冒藥啊，或者係單一成分嘅退燒藥俾小朋友同時使用嘅話咧，咁就好容易咧會導致呢個藥物過量，嚴重嘅話咧係會損傷到小朋友嘅肝腎功能，甚至咧會危及生命㗎。咁而好多嘅複方感冒藥裏面嘅一啲過敏成分啦，例如呢種 chlorpheniramine， 亦都有可能咧會造成兒童嘅神經損傷㗎喎。另外咧就係一啲嘅複方嘅強力止咳水啦，因為呢一類嘅藥物咧當中佢會含有一啲鴉片類嘅藥物成分嘅，包括咧部分嘅中草藥嘅糖漿都一樣。唔好以為咧寫住中成藥咧就安全喎。例如咧市面上呢幾款嘅複方甘草糖漿啊、強力枇杷露啦，裏面咧都係含有鴉片類嘅成分㗎，會導致咧兒童呼吸抑制啦、嗜睡啦，甚至會危及到生命㗎喎。咁喺國內外都已經規定咗啦，18歲以下嘅兒童咧都係禁止用呢一類嘅止咳藥㗎。大家千祈咧唔好憑住產品嘅某一啲字眼啦去判斷佢嘅安全性啦。用藥之前咧一定要問個藥劑師喎。